來鄉親繼續來看台東縣漲落大雨，為着安全起見，台鐵昨暝緊急來宣布，這個南迴線甲東部幹線對號的列車，陰暗6點進前攏停駛。大雨上季節，台東市京城北路甚至遭大水，汽車一到入積水，就噴甲規世界。看這水是愈淹愈懸，技師只好油門打落，冒險通過。受到低壓帶甲西南風影響，台東昨暝大雨，京城北路因為排水未付小套，全淹水。這條路是未少民眾要去台東火車頭一定會行的路，是講就算拼性命趕到車頭，也無車通坐。因為台鐵為着避免大雨影響視線，發生危險，第昨暝緊急公告，南迴線甲東部幹線對號列車，到今仔日暗時6點進前，攏總停駛。旅客排卡棒拖行李箱仔，徛佇火車頭等幾波。也毋過無奈天氣實在受歹，等無列車全吊佇火車頭，未少旅客等甲真壓榨。今天人開啊，你把對號給停掉也是很奇怪的，代表路是通的啊。跟別人會合，重新聯絡。行程攏去予大雨拍亂，旅客敢會當隨機應變，部分的列車停駛，連帶影響到台鐵花蓮站的遊客。退票給你，比如說我要去排隊退票，旅客氣喘喘，佇服務處甲站務人員小姐未敢看死，因為花蓮往南的列車完全停駛。這邊都停了啊，到花蓮，然後變成不確定，所以我們要來先退票。如果我們要回台北的話，可能就會受到影響。有啊，要回高雄買了，然後現在就來看你們有沒有開啊。要改啊！台東雨上幾暝造成災情，也影響到交通。旅客敢來當重新調整行程，提醒民眾出門進前一定要注意上新的交通資訊。